成日聽人講，而家啲魚邊有以前咁好食呀？全部都係養魚嚟嘅，陣味腥到呢，仲要成身油，食落去一啲魚味都冇。呢句說話，相信各位街坊喺街市買蟹嘅時候都聽唔少。但我今日要話俾你聽，其實喺我哋平時去開嗰啲濕貨街市入面，仲有唔少寶藏魚類，係連最精明嘅漁民都拍心口保證，呢啲魚幾乎全部都係野生嘅，想人工養殖都難過登天。前排我有機會喺香港仔避風塘遇到一位行船行咗50幾年嘅老漁夫，我哋叫佢做根叔。根叔喺海上漂泊咗大半世，邊種魚好食，邊種魚係人工餵飼，邊種魚係天生天養，佢一眼就睇得出。根叔一邊食住煙，一邊同我講：後生仔，你哋而家食魚真係要識揀，街市好多魚，望落去生生猛猛，其實係用藥水同埋化學飼料谷大嘅，食落肚對身體點會有好處？不過有8種魚，如果你見到佢哋仲係咁新鮮，千祈唔好走寶，因為呢啲魚到咗今時今日都仲係好難大規模人工養殖，食一條就少一條，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大自然之味。聽完根叔嘅話，我好似執到寶咁，返去查咗好多資料，亦都請教咗唔少專家，發現原來呢8種魚嘅生理構造同埋生活習性，令到佢哋同人工環境格格不入。今日我就一次過將呢啲秘密公開俾大家聽，等大家下次去街市買嘅時候，可以做個真正嘅識食之人。我哋首先要講嘅，亦都係根叔最推崇備至嘅，就係嗰種入水即死嘅馬友。大家喺街市見到嘅馬友，通常都係冰鮮嘅，好少見到喺魚缸入面游嚟游去，係咪？根叔話馬友係一種非常之有骨氣嘅魚，佢哋對水質同埋氧氣量嘅要求高到一個點，只要一離開大海或者被漁網網住嗰陣，受到少少驚嚇，佢哋嘅心臟就負荷唔到，好快就會死。而且馬友係洄游魚類，佢哋需要好大嘅活動空間，人工魚排嗰種窄窄長長嘅環境，馬友根本住唔慣。所以雖然近年有人嘗試室內養殖，但成本極高，產量又少。街市見到嗰啲大條、肥美、鱗片閃閃發光嘅馬友，9成9都係海邊落網捕撈返嚟嘅野生貨。馬友嘅魚油係所有魚類之中最豐富嘅之一，佢含有一種叫不飽和脂肪酸嘅物質，對我哋心血管非常好。如果你見到啲魚身圓潤、魚腩位脹卜卜嘅馬友，即刻買返去用鹽醃一醃，做個鹹鮮或者煎封，嗰種甘香真係食過反唔到轉頭。接住落嚟第二種就係大名鼎鼎嘅白鯧，即係我哋俗稱嘅鷹鯧或者大白鯧。大家要注意，呢度講嘅唔係嗰種平價嘅淡水象魚，或者係細細條嘅現象，而係嗰種魚身闊大、肉質極之細嫩嘅深海白鯧。根叔話白鯧係一種群居嘅深海魚，佢哋生活喺水流好急嘅地方。養殖白鯧最大嘅問題係佢哋生長速度慢得驚人，你要養到好似我哋手掌咁大，可能要用3、4年時間，而呢段期間嘅飼料成本同埋死亡風險根本令到養殖戶無利可圖。加上白鯧對水壓有要求，一旦被捉到水面，好快就會因為壓力變化而內出血。所以街市見到嗰啲魚鱗完整、泛住銀光嘅大白鯧，絕對係漁民喺外海辛辛苦苦釣返嚟或者拖網返嚟嘅。野生白鯧嘅肉質有一種獨特嘅甜味，係人工飼料永遠模擬唔到嘅。第3種魚，好多老一輩嘅香港人都好鍾意，就係牙帶魚。你喺街市見到牙帶魚，通常都係一條條好似銀色長劍咁掛喺度，或者切成一段段。點解冇人養牙帶魚呢？原因好簡單，因為牙帶魚係一種極之兇猛嘅肉食性魚類，佢哋甚至會同類相食。如果你將一班牙帶魚關喺一個魚排入面，
唔使幾日，佢哋就會互相殘殺，最後剩返無幾多條。加上牙帶魚有深海游動嘅習慣，人工環境好難模擬嗰種深水壓力同埋溫度。根叔話牙帶魚係食肉大腸嘅，所以佢哋嘅肉質特別緊緻，帶有一種濃郁嘅海魚鮮味。大家揀牙帶魚嗰陣，記得睇下佢身上嗰層銀粉有冇脫落，越閃代表越新鮮，用嚟試汁蒸或者香煎，簡單得嚟又夠晒原汁原味。講到呢度，我不得不提第四種魚，亦係好多人心目中嘅魚中之王——黃花魚。不過大家要聽清楚，我呢度講嘅係野生黃花。根叔感嘆話，而家街市10條有9條黃花魚都係養嘅，嗰啲魚身黃到家，魚頭大，但係身體瘦，食落去一陣泥味。但係真正嘅野生黃花魚，魚身係呈現一種好自然淡淡嘅金黃色，魚頭比例勻稱，最重要係佢嗰條魚耳石好大。點解野生黃花難求？因為以前過度捕撈，而家野生種群已經好稀少。佢哋棲息喺深海礁石區，人工養殖雖然已經好成熟，但養出嚟嘅味完全係兩回事。野生黃花魚係食細蝦細蟹大嘅，佢嘅鮮甜度係人工魚嘅幾十倍。根叔教路，野生黃花魚嘅尾部通常比較長同埋修路，唔會好似養殖魚咁短短肥肥。如果你喺街市見到有魚販宣稱係野生黃花，而個價錢又貴得有道理，只要你經濟負擔得起，一定要試一次。嗰種入口即化嘅魚肉，先至係真正嘅極品。第五種魚，大家平時可能覺得好普通，但原來佢都係天生天養嘅代表，就係鮫魚或者叫馬鮫魚。鮫魚係一種游速極快嘅掠食性魚類，佢哋就好似大海入面嘅跑車咁。呢類魚需要大量嘅運動量嚟維持肌肉嘅含氧量，一旦被困喺細小嘅網箱入面，佢哋會因為缺乏運動而迅速衰弱甚至死亡。而且鮫魚係需要不斷游動嚟呼吸嘅，呢種生理特性決定咗佢哋根本無法喺靜止或者窄小嘅水域入面生存。街市見到嘅鮫魚通常係用流網或者拖網捕獲。鮫魚嘅營養價值極高，含有大量嘅 DHA， 對小朋友腦部發育同埋老人家預防腦退化都好好。雖然鮫魚肉質比較實，但只要識得煮，例如加啲薑絲、大蔥去煎，或者切片做魚粥，嗰種鮮味係非常之持久㗎。第六種我諗好多人都估唔到，就係紅衫魚。紅衫魚以前係香港人嘅平民魚，但呢幾年價錢越嚟越貴。根叔話，紅衫魚係生活喺海底沙泥地嘅，佢哋對水底嘅環境好挑剔，人工好難營造出嗰種深海沙地嘅生態系統。紅衫魚生長速度雖然唔係話極慢，但佢哋對人工飼料嘅接受度好低，所以你喺街市見到嗰啲全身粉紅色，帶住幾條金黃色環紋嘅紅衫魚，全部都係大自然嘅饋贈。紅衫魚有一種好特別嘅清香味，細細條用嚟煎香之後，成條魚連骨都酥脆，係好多香港家庭最溫馨嘅味道。根叔仲提醒，揀紅衫魚要睇對眼，眼珠要突出嚟，晶瑩剔透嘅先至係上等貨。第七種魚係我個人非常之中意食嘅，就係黑腸。雖然佢叫腸魚，但同白腸唔係同一個科，佢其實係屬於鴉科。黑殼通常生活喺外海，體型較大，肉質比白鯧粗少少，但勝在夠晒肥美。黑殼亦都係一種好難人工養殖嘅魚，因為佢哋係洄游性嘅，每年都會跟住暖流移動，人工養殖根本跟唔到佢哋嘅遷徙節奏。而且黑鯧嘅抗病能力喺人工環境下會變得很差，所以黑鯧可以話係街市入面 CP 值最高嘅野生魚之一。佢嘅皮含有豐富嘅膠原蛋白，用嚟紅燒或者加啲鹹菜去煮，嗰種濃郁嘅汁液配
配白飯，真係可以食3碗。最後一種，第8種魚就係剝皮魚，即係我哋叫嘅腮蒂或者馬面魚。根叔笑住話：剝皮魚個樣雖然生得醜，但佢有一粒好大嘅肝，鮮甜到不得了。剝皮魚係生活喺外海礁石區嘅，佢哋有一對好硬嘅牙齒，專門食貝類同埋珊瑚碎。人工環境好難提供呢種天然食譜，加上剝皮魚離開水之後，佢嗰層厚厚嘅皮會好快乾硬，所以漁民通常一捉到就會處理或者冰鎮。剝皮魚嘅肉質好似雞肉咁，一瓣瓣嘅，完全冇細刺，非常適合小朋友同埋老人家食。如果你見到啲剝皮魚體型完整，魚眼仲好有神，咁就係新鮮貨。根叔同我講完呢8種魚之後，仲特別叮囑我買魚唔好淨係睇外表，而家好多科技可以將養殖魚扮成野生魚，例如喺飼料入面加色素，令魚身變黃變紅。但有幾樣嘢係搞唔到嘅。第一係魚鰭，野生魚長期喺大海入面游，魚鰭會好完整、好長、好有力量。養殖魚因為密度大，成日互相摩擦，魚鰭通常會比較短，而且有破損。第二係魚嘅體型，野生魚要食，所以身材通常比較修長，有肌肉感。養殖魚成日有得食，所以通常會有個大肚腩，脂肪分布唔平均。第三就係陣味，野生魚有一種淡淡嘅海水清香，而養殖魚如果處理得唔好，或者水質差，會有一種揮之不去嘅泥腥味或者藥水味。講到養生，根叔嘅智慧真係令我獲益良多。佢話人就係大自然嘅一部分，我哋食入肚嘅嘢最好都係遵循自然規律。呢8種野生魚，佢哋喺大海入面自由自在咁生長，食嘅係天然嘅小魚小蝦，吸收嘅係海水入面嘅礦物質。相比起嗰種喺狹窄魚塘入面靠打抗生素、食化學合成飼料長大嘅魚，邊種對身體更好？真係唔使多講。尤其是而家好多文明病，其實都係同我哋嘅飲食習慣有關。食得清淡啲，食得天然啲，就係最好嘅養生方法。根叔仲分享咗一個佢屋企傳咗幾代嘅煮魚秘訣。佢話好嘅野生魚，千祈唔好用太多調味料。最基本嘅做法就係清蒸，將魚洗乾淨之後，抹乾水分，放幾片薑喺魚身下面墊住，等水滾咗之後，先放魚入去。蒸嘅時間要視乎魚嘅大細，通常6至8分鐘就夠。熄火之後唔好即刻開蓋，等佢焗2分鐘。呢個過程叫魚溫熟化，可以令魚肉保持最鮮嫩嘅狀態。最後淋上一層熱油，加少少優質嘅豉油，蔥花一灑，嗰種鮮味真係會令你覺得做香港人有得食到咁好嘅海鮮，真係一種福氣。聽完根叔嘅分享，我行街市嘅眼光都唔同咗。以前覺得買魚最緊要平，或者睇落去夠紅就得，而家我知道每一條野生魚背後其實都承載住大海嘅精華同埋漁民嘅辛勞。喺呢個追求速度、追求產量嘅年代，呢啲難以人工養殖嘅魚類，反而成為咗我哋最應該珍惜嘅天然資源。大家記住，下次去買蟹，如果見到呢8種魚，馬友、白瓜、牙袋、野生黃花、鮫魚、紅衫、黑瓜同埋剝皮魚，只要係新鮮嘅，哪怕價錢稍微貴巧巧，都值得買返去同家人分享。呢唔單止係為咗滿足口腹之欲，更係為咗家人嘅健康。正所謂衣食同源，食得啱，身體自然好。根叔最後仲同我講咗句好有哲理嘅話：做人同捉魚一樣，唔好貪快，唔好貪多。大自然俾我哋幾多，我哋就收幾多。尊重大自然，大自然先會俾最好嘅嘢我哋。呢番話我一直記喺心入面，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啲街市智慧，可以幫到各位喺琳琅滿目嘅魚檔前面
到真正屬於大自然嘅味道。我哋平時追求健康，往往會去買好多昂貴嘅補品，但其實最好嘅營養，往往就藏喺呢啲最樸實無華嘅天然食材入面。呢8種魚，佢哋含有的優質蛋白質、Omega 3脂肪酸、維他命 D 以及各種微量元素，係維持我哋身體機能運作嘅重要動力。尤其是對於生活節奏咁快、壓力咁大嘅香港人嚟講，一餐美味又營養嘅野生魚餐，唔單止可以補充體力，仲可以療癒心靈。所以唔好再被嗰啲外表光鮮但內裏空洞嘅養殖海鮮呃到啦。學識辨別野生魚，學識欣賞食材嘅原味，呢個係我哋每個人都應該修煉嘅廚房智慧。根叔嘅話雖然粗俗，但字字珠璣。喺呢個充滿偽裝嘅世界入面，反嗰份純粹嘅海味，其實就係對自己同家人最好嘅愛護。下次你喺街市轉角見到嗰條鱗光閃爍嘅馬友，或者係嗰條身形修長嘅牙帶魚，記得諗返起我今日講嘅嘢，唔好猶豫，同魚販講聲，老闆，幫我攞呢條。返到屋企，用最簡單嘅方法去料理佢，你會發現原來大自然嘅味道一直都離我哋咁近。食得健康，食得明智，呢先至係真正嘅生活品質。希望大家都可以喺繁忙嘅生活入面，到呢份屬於舌尖上嘅真實與感動。記住根叔嘅教誨，遇到呢8種野生寶藏，千祈唔好走寶。健康生活就由揀一條好魚開始，加油！每一位熱愛生活、熱愛美食嘅街坊。大家有冇試過，明明條毛巾琴日先洗完，但今日攞上手一聞，就未臭到好似喺垃圾堆填區執返嚟咁。又或者明明係一條白雪雪嘅新毛巾，用咗唔夠3個月就變到黃咁咪一一用嚟抹面，直頭好似用砂紙磨砂咁樣。好多人以為係自己洗得唔乾淨，於是就落更加多嘅洗衣粉，甚至攞漂白水去標佢。結果條毛巾唔單止冇變反軟熟，反而陣化學味仲勁，甚至係越洗越爛。講真，毛巾係我哋每日最親密嘅夥伴，由朝早起身洗面到夜晚沖涼抹身，佢都係貼住我哋啲皮膚。如果條毛巾污糟，入面藏住嘅細菌、皮屑同埋油脂，分分鐘會搞到你皮膚敏感、生暗瘡，甚至係引發皮膚炎。我以前都試過，條毛巾用咗半年就硬到可以企喺度，就摸耳味、熱味，直頭係揮之不去。就算用熱水煮都係搞唔掂。但係自從我學識咗呢個神級秘訣，我發現原來要條舊毛巾起死回生，根本唔使換新，亦都唔使買嗰啲貴到死嘅專用清潔劑。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分享呢個生活黑客大法。只要你屋企有呢樣嘢，灑少少落去，無論你條毛巾係用咗1年、2年定係3年，係幾咁乾、幾咁臭、幾咁黃，都可以即刻恢復出廠模式。我哋首先要明白點解毛巾會變臭變黃，其實原因好簡單，因為毛巾嘅纖維係環狀嘅織法，呢啲細細個嘅圈圈雖然吸水力強，但亦都係一個完美嘅細菌培養皿。當你抹身嘅時候，身上嘅蛋白質、皮屑同埋汗水就會全部塞晒入去呢啲纖維入面。如果你屋企個廁所通風唔好，條毛巾長年累月都係濕濕嗒嗒，啲細菌就會喺入面瘋狂繁殖，陣酸臭味其實就係細菌代謝產物嘅味。而變黃呢，通常就係油脂氧化咗，或者係自來水入面嘅礦物質累積。咁究竟呢樣神物係咩呢？大家可能以為係梳打粉或者白醋，雖然呢2樣嘢都有用，但今日我要講嘅主角係過碳酸鈉。如果你未聽過呢個名，唔緊要，佢其實就係好多氧係漂白劑嘅主要成分。佢同一般我哋平時用嗰種陣味好刺鼻嘅氯係漂白水完全唔同。過碳酸鈉喺溶入水之後，會分解成氧氣、水同埋碳酸鈉。佢最強嘅地方係可以深層分解纖維入面嘅頑固污垢，殺菌之餘仲唔會傷到毛巾嘅纖維。更重要係佢完全冇嗰種難聞嘅化學臭味。依家我就教大家點樣具體操作。首先你要準備一個盤，
大小要足夠放得落你想要清洗嘅毛巾，然後你要燒定一壺熱水。呢度有個關鍵，水溫唔可以太低，最好係喺60度到80度之間，因為過碳酸鈉喺呢個溫度範圍之內，佢釋放氧氣嘅效率係最高嘅，去污力亦都係最強。當你準備好熱水之後，先將毛巾放入盤入面，然後均勻咁喺毛巾上面灑上一層過碳酸鈉。份量方面，大約一條大浴巾落2湯匙左右就夠。之後慢慢將啲熱水淋落去，呢個時候你會見到個盤入面開始冒出好多白色嘅細小泡沫，呢啲就係活性氧喺度發功，佢會轉入毛巾每一條纖維嘅縫隙入面，將啲陳年嘅油脂、皮屑同埋細菌通通推晒出嚟。如果你條毛巾真係非常之咁污糟，例如係已經變到深黃色，或者陣味濃郁到不得了，咁你就等佢浸耐啲。通常我會建議浸2小時到4小時，甚至係浸過夜。你會發現原本清澈嘅水，慢慢會變到黃黃黑黑、渾濁不堪。嗰啲就係平時洗衣機洗唔走嘅千年污垢。等浸完之後，你會發現條毛巾已經白咗好多。呢個時候你只需要輕輕搓洗幾下，然後用清水沖乾淨就得。如果你想效果再極致啲，我仲有一個加強版秘方。喺最後一次清洗嘅時候，你可以加入少少白醋。點解要落白醋呢？因為過碳酸鈉係弱鹼性，而白醋係酸性，兩者中和之後可以幫助去除毛巾上面殘留嘅鹼性物質。同時，白醋亦都有軟化纖維嘅作用。咁樣洗出嚟嘅毛巾唔單止乾淨，仲會好似新買返嚟咁樣軟綿綿，完全唔會再有嗰種唔郁郁嘅感覺。好多人問我，咁係唔係所有毛巾都適用呢？大部分棉質毛巾係絕對冇問題嘅。不過如果你係嗰種好貴嘅絲質或者羊毛類嘅嘢，就唔建議用咁高溫嘅水同過碳酸鈉啦。但係對於我哋日常用嘅棉質毛巾、抹手巾，甚至係廚房嗰啲黐立立嘅抹布，呢個方法簡直係救星。我記得我有一條用咗差唔多500日嘅舊毛巾，原本諗住丟咗佢，因為佢已經硬到可以拎嚟做武器咁滯。但係我用咗呢個過碳酸鈉大法之後，浸咗大約3個鐘，再攞出嚟洗，條毛巾竟然變泛白色，仲好柔軟。我當時真係覺得自己發現咗新大陸。除咗洗毛巾，其實呢個過碳酸鈉仲有好多用途。例如你屋企啲白恤衫住耐咗，領口位會變黃，你同樣可以用呢個方法。或者係小朋友嘅校服，成日搞到污糟邋遢，用佢泡一泡，啲漬基本上都係自動消失。甚至係洗衣機入面嘅霉菌，你倒一碗過碳酸鈉入去，用最高水溫行一次空轉洗衣程序，你會見到啲黑色嘅霉菌片好似紫菜咁浮晒出嚟，非常之療癒。講返毛巾，其實除咗定期深層清潔之外，日常嘅保養都好重要。香港天氣潮濕，好多人沖完涼就隨手將毛巾掛喺浴室入面，呢個其實係大忌。浴室係成間屋最濕、最唔通風嘅地方，毛巾長掛喺入面，根本無可能乾透，呢個就係出味嘅根源。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每次用完毛巾之後，一定要攞去露台晾，或者開抽濕機吹乾佢。如果你屋企有乾衣機，咁就更好，因為乾衣機嘅高溫可以進一步殺菌，仲可以令毛巾纖維保持蓬鬆。仲有一點大家要注意，就係唔好過度使用柔順劑。好多人以為毛巾硬咗就要落多啲柔順劑，但事實上柔順劑嘅原理係喺纖維表面包一層化學薄膜，令佢摸落去滑啲。但呢層薄膜反而會降低毛巾嘅吸水力，仲會令污垢更容易鎖喺入面。所以如果你想毛巾柔軟，用我啱啱教你嘅過碳酸鈉加白醋方法，比起用任何大牌子嘅柔順劑都仲要有效，仲要健康。我計算過，一包過碳酸鈉喺化工鋪或者超市買都係幾十蚊港幣，但佢可以用好多次，分分鐘可以用到1年。比起你每個月去買新毛巾，或者買埋一大堆冇用嘅清潔液，呢個方法簡直係慳到極致，絕對係生活黑客嘅首選。其實家務技巧唔係要你做幾多粗重功夫，而係要用啱方法。好多時候，生活入面嘅小煩惱，只要了解咗背後嘅科學原理，解決起嚟就係咁簡單。條毛巾變黃變臭，
唔代表佢已經玩完，佢只係需要你花少少時間，用啱嗰樣神物，俾佢一個重生嘅機會。所以由今日開始，唔好再忍受嗰條又臭又硬嘅毛巾啦。聽日就去買包過碳酸鈉返嚟，試下我呢個方法。我相信當你見到盆水變黑，而條毛巾變返白雪雪嗰一刻，你一定會同我一樣有一種莫大嘅成就感。如果你覺得呢個分享幫到你，不妨將呢個方法介紹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特別係嗰啲屋企有小朋友或者皮膚容易敏感嘅朋友。保持毛巾乾淨，其實就係守護家人健康嘅第一步。家務雖然係瑣碎事，但只要掌握咗竅門，你都可以成為屋企嘅家務達人。最後仲想提醒大家，用熱水處理毛巾嘅時候，記得要小心，唔好燙傷手。如果皮膚比較敏感嘅話，處理過碳酸鈉水嘅時候，可以戴返對膠手套。雖然佢係相對環保同溫和，但鹼性溶液對手部皮膚始終會有少少刺激。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嘅毛巾都可以由今日開始，永遠保持喺出廠模式。每日洗面抹身都係一種享受，而唔係一種折磨。記住，乾淨嘅生活係由呢啲細節位開始累積返嚟嘅。大家快啲去試下啦！如果你試完之後發現效果真係好驚人，或者你有更加勁嘅家務心得，都歡迎喺心入面默默記住呢份喜悅，或者直接喺生活入面實踐出嚟。我哋下次再分享更多有用嘅生活資訊。拜拜。各位街坊，你哋平時去茶餐廳食早餐，係咪最鍾意嗌反碗沙爹牛米，或者係雪菜肉絲米線？又或者去超市買定一大包排米粉擺喺屋企，覺得佢又易煮又飽肚？如果你仲係咁諗，真係要停一停，諗一諗啦。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嘢，真係聽完都令你毛骨悚然。我有個喺大型米粉廠做咗超過10幾年嘅老友，佢最近終於頂唔順，良心責備，離咗職之後同我爆大鑊。佢話原來我哋平時覺得越白越彈牙嘅米粉，入面分分鐘加咗唔應該加嘅工業化學品。佢仲提醒我有5種所謂嘅粟腦毒米粉，大家見到真係千萬咪買，入面分分鐘加滿晒工業漂白水。特別係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呢啲高風險群組，真係要即刻停食。就算你買開大牌子，都要識得睇包裝上面嗰個關鍵字。我呢位老友阿強，佢喺米粉廠由後生仔做到變咗個40幾歲嘅中佬。佢話呢行嘅水深到你唔信。以前啲米粉係用純米磨漿，經過浸泡、蒸煮、壓調，再晾曬，成個過程要好幾日。但而家為咗趕產量，追求賣相，好多廠都行咗捷徑。阿強話：你哋喺街見到嗰啲白到發光，好似色閃咁嘅米粉，其實好大機會係加咗吊白塊。呢樣嘢係咩嚟？佢嘅化學名叫做次硫酸氫鈉甲醛，係一種工業用嘅漂白劑，喺工業上面係用嚟印染漂白布料嘅。你想下，將漂布嘅嘢食入肚，你個胃仲得了嘅？阿強同我講，點解呢啲米粉會叫粟腦毒米粉？因為呢啲化學添加劑入面含有大量嘅重金屬同埋甲醛。甲醛呢樣嘢大家都知係致癌物，但你未必知佢對神經系統嘅傷害有幾大。長期攝入呢啲殘留化學品，會直接影響大腦皮層。對細路仔嚟講，會導致智力發育遲緩；對老人家嚟講，就會加速腦退化，甚至係失智症。所以坊間先會叫佢做粟腦毒米粉。阿強話佢喺廠入面親眼見到啲工人倒一桶桶寫住工業用嘅粉末落去個攪拌池度，啲氣味刺鼻到要戴住防毒面具，但係做起出嚟嘅米粉竟然係香噴噴、白雪雪，諗起都覺得諷刺。咁究竟邊5種米粉係絕對唔可以買嘅呢？大家真係要攞支筆記低佢。第一種就係熒光白米粉。正常嘅米粉因為係米做嘅，色澤應該係帶點微黃或者係乳白色，
係有一種好自然嘅谷物光澤。但如果你見到啲米粉白到好似張 A4 紙咁，甚至喺超市嘅燈光下好似會反光咁樣，呢啲9成9係落咗漂白劑。阿強話呢啲漂白劑唔單止係為咗好睇，仲係為咗掩蓋啲劣質陳米、爛米嘅霉味同埋黑沉沉嘅顏色。第二種係無敵彈牙嘅米粉。我哋食米粉追求口感係啱嘅，但米粉始終係澱粉質，佢嘅韌性係有極限嘅。如果你發現隻米粉煮極都唔斷，食落去好似橡筋咁彈牙，甚至用手拉都拉唔斷，呢啲好大機會係加咗過量嘅硼砂或者係工業明膠。呢啲嘢會加重肝臟同腎臟嘅負擔，長期食真係會食壞人。阿強話以前啲老字號米粉煮完之後個湯係會有一層淡淡嘅米漿色，但而家啲毒米粉煮完之後個湯仲係清澈見底，因為啲米粉根本無米喺入面，全部都係化學膠。第三種係久煮不爛嘅米粉。平時我哋喺屋企煮米粉，如果滾多幾分鐘，啲米粉就會開始變軟變糊，呢個係正常現象。但如果你買嗰隻米粉，你煮咗15分鐘、20分鐘，佢仲係一條條好完整，完全冇變爛，咁你就真係要小心啦。阿強話呢啲米粉通常加咗甲醛嚟防腐同埋定型，令到佢嘅物理性質變得好穩定，連熱水都破壞唔到佢。第四種係有淡淡化學味嘅米粉。大家買米粉返嚟，記得喺未煮之前聞一聞。正常嘅米粉應該有一股淡淡嘅米香，但如果你聞到有一陣陣酸味、霉味，或者係一種好奇怪嘅藥水味，呢啲就係化學殘留。阿強話有啲廠會用硫磺嚟分米粉，為咗防蟲防霉。雖然硫磺可以起到漂白作用，但殘留落嚟嘅二氧化硫對氣管同肺部好傷，特別係有哮喘嘅朋友。食咗真係會隨時病發。第5種就係散裝平貨。我知好多師奶鍾意去街市買散裝米粉，覺得平啲又可以買少少。但阿強話呢啲散裝貨通常無生產日期、無成分表、無廠名，係最容易出事嘅三無產品。呢啲貨好多時係大廠嘅次品，或者係啲蚊型黑心作坊做嘅。衛生條件差到你唔信，可能仲有老鼠爬過添。咁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咁我買大牌子係咪就一定安全先？阿強搖搖頭同我講，而家好多大牌子為咗減成本，都會擺啲小工廠代工，所以買大牌子嘅時候，一定要識得睇包裝上面嗰個關鍵字，呢個字就係米嘅含量。你要睇下個成分表。排喺第一位嘅係咪大米？喺香港嘅標籤法入面，成分係按含量多少排列嘅。如果第一位寫住係玉米澱粉或者木薯澱粉，咁佢其實唔係真正嘅米粉，只能夠叫澱粉條。真正優質嘅米粉，大米含量應該要喺90%以上。如果你見到個成分表有一大堆你讀都讀唔出嚟嘅化學名，咁呢包嘢你都係放返低啦。阿強仲教咗我一個好簡單嘅測試方法，大家返到屋企可以試下。你攞一小紮米粉，用火機點火燒佢。如果燒出嚟嘅味係好似燒少咗嘅飯焦咁香，同埋燒完之後啲灰係灰色易碎嘅，咁就證明米嘅成分比較高，冇乜化學嘢。但如果你燒嘅時候聞到一股好刺鼻嘅膠味，或者燒完之後個灰係結成一嚿硬崩崩嘅黑炭咁呢包米粉入面肯定加咗好多工業膠水或者化學添加劑，真係餵狗都唔好食呀。特別係屋企有老人家同細路仔嘅，更加要留神。老人家嘅消化系統衰退，呢啲化學毒素入咗去，好難排出嚟，積聚喺身體入面，就會引起各種奇難雜症。而細路仔正值發育時期，神經系統最脆弱，甲醛同重金屬
會直接傷害佢哋嘅腦部細胞。阿強話佢有個同事以前喺廠入面成日偷啲米粉返去俾個仔食，點知個仔到咗6歲都仲係講嘢唔清唔楚，去醫院一看先發現係鉛中毒同埋神經受損。佢呢個同事後悔到而家，成日話係自己親手害咗個仔。講真，我哋呢啲星斗市民要求唔多，只係想食碗安樂茶飯啫。但而家連最基本嘅米粉都搞成咁，真係令人好心寒。阿強話佢之所以肯爆呢啲嘢出嚟，係因為佢見到工廠入面啲老闆自己係從來唔食自家生產嘅米粉嘅，佢哋出外食飯見到米粉都會叫改食河粉或者麵，連生產者都唔敢食嘅嘢，你話入面有幾毒？我想同大家總結一下，買米粉嘅時候記得3不一要：第一，唔好買太白嘅；第二，唔好買太彈牙，煮唔爛嘅；第三，唔好買無牌子散裝嘅。而最重要嘅一要就係要睇清楚成分表。大米含量越高越好，最好就係純米製作。其實除咗米粉，我哋生活入面仲有好多嘢都要小心。但既然米粉係我哋香港人嘅主食之一，我哋就更加唔可以掉以輕心。阿強話，而家好多工廠為咗應付檢查，會喺檢查員嚟之前將啲化學品藏好，或者係喺夜晚先開工加料，所以單靠政府抽查係唔夠嘅，最緊要係我哋自己要有辨別能力。大家記得將呢段資訊分享俾你屋企負責買戒嘅人，特別係爸爸媽媽、爺爺嫲嫲，佢哋平時慳家，見到平嘢就想買，一定要提醒佢哋，身體健康先係最貴嘅財富，唔好為咗慳嗰幾蚊，食咗啲粟魯毒米粉落肚，到時睇醫生嘅錢仲貴啊！喺呢個年代，資訊真係好重要。阿強同我講，其實業界內好多人都知呢啲秘密，但個個都為咗份糧唔敢聲張。佢而家轉咗行做保安，雖然人工少咗，但佢話起碼瞓得安穩，唔使再見到啲害人嘢。我聽完之後真係好感觸，覺得一定要將呢件事講出嚟，等更多人知。如果你去超市見到啲標榜特白、極致彈牙嘅米粉，你真係要留個心眼。真正嘅好嘢，往往係樸實無窮㗎，就好似我哋做人一樣，唔需要太過華麗嘅包裝，最緊要係內裏夠真。米粉都一樣，米味、米香先係靈魂。漂白水同化學膠只能夠騙得一時，騙唔到一世。好啦，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記住啦，買大牌子都要睇成分，認住米字含量，遠離嗰5種毒米粉。高風險群組，即係老人家同小朋友，食嘅嘢更加要嚴格把關。希望大家食得健康，平平安安。大家下次食米粉之前，記得諗起我呢個提醒，聞一聞，睇一睇，煮一煮，保護好自己同家人嘅健康。講返阿強嗰單嘢，佢話自從佢離職之後，間廠仲越做越大，因為啲毒米粉成本低，賣相好，好多酒樓餐廳都中意攞佢哋啲貨，所以大家喺出面食嘢，如果覺得啲米粉特別白、特別彈，都係少食為妙。喺屋企煮就更加要揀得精明。我哋唔係要搞到人心惶惶，而係要學識做個聰明嘅消費者。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啱啱講嗰個關鍵字？冇錯，就係要睇大米係咪排喺成分表嘅第一位。有啲包裝會寫精製澱粉、改性澱粉，呢啲其實都係化學處理過嘅嘢，為咗增加口感，但無營養，甚至有啲會寫住增稠劑、穩定劑。呢啲雖然係合法添加劑，但食得多始終對身體無益。所以呢，各位街坊，下次去買米粉，唔好淨係睇個牌子大唔大，包裝靚唔靚，要反轉個包裝，睇下嗰幾行細字。呢幾行細字就係保命符。
如果個牌子連詳細成分都唔敢標清楚，或者係標得好模糊，咁呢包嘢你都係唔好要啦。健康係由細節累積返嚟嘅，食入肚嘅嘢真係一分錢一分貨。有時貴少少，買啲純米製作、無添加嘅米粉，雖然食落去無咁彈牙，但勝在有米香，食得安心。阿強最後同我講咗一句話，我覺得好深刻。佢話人哋整出嚟係為咗賺錢，我哋食落去係為咗保命。呢句說話大家真係要細味一下，唔好以為縮腦係講笑。重金屬超標對腦細胞嘅損害係不可逆轉嘅。如果你發現最近記性差咗，或者細路仔學習注意力唔集中，除咗生活習慣之外，都要檢視下日常飲食入面係咪攝入咗太多呢啲唔應該食嘅化學嘢。今日呢番話真係金石良言，係阿強用佢10幾年嘅工廠生涯換返嚟嘅真心體會。大家一定要重視，唔好當係普通耳邊風，轉頭就去廚房檢查嚇你包米粉，睇下有冇我講嗰幾種症狀。如果有，唔好唔捨得，即刻抌咗佢，換返包健康嘅。我哋香港人最叻就係變通，最叻就係求真。面對呢啲黑心食品，我哋要用知識武裝自己，令到呢啲黑心工廠無生存空間。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都係米粉愛好者，記得都要話俾佢哋聽，1傳10，10傳3，希望全香港嘅街坊都可以遠離呢啲縮腦毒米粉。好啦，講咗咁耐，我都要去煮飯餐，健康嘅晚餐啦。記住我今日講嘅嘢，睇清成分，認準米含量，避開熒光白、無敵彈牙呢啲陷阱。祝大家身體健康，餐餐食得好，日日精神爽利。多謝大家聽我講咗咁耐，我哋下次再見。其實講到尾，呢啲食品安全問題喺我哋呢個社會好似層出不窮咁，由以前嘅地溝油，到之後嘅假米、假雞蛋，到而家嘅毒米粉。雖然我哋未必可以控制啲工廠點做，但係我哋絕對可以控制自己買邊樣。阿強話，自從佢出咗嚟爆料之後，佢啲親戚朋友都好感激佢，因為好多人真係一世都唔知，原來米粉可以加咁多嘢落去。佢仲提到一點，就係存放米粉嘅地方。如果你買咗好嘅米粉返嚟，但係存放得唔好，令到佢發霉，咁一樣係唔食得。但奇怪嘅係，嗰啲加咗好多化學嘢嘅毒米粉，擺喺潮濕嘅地方，幾個月都唔會發霉。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因為連細菌同霉菌都唔肯食嘅嘢，人點可以食呢？所以大家除咗識買，仲要識分。如果你發現有一包米粉喺你屋企擺咗好耐，都冇變色、冇變味、冇蟲蛀，咁呢包米粉嘅防腐劑含量肯定高到嚇死人。真正天然嘅食物係會有自然嘅腐敗過程嘅。阿強而家轉咗行，雖然每日要對住啲閉路電視，但佢話佢心入面踏實咗好多。佢話以前喺廠入面，每當見到啲米粉車一車一車咁運出去，佢心入面都會有一種罪疚感。而家佢終於講咗出嚟，佢覺得對得住天，對得住地，更加對得住自己嘅良心。我都好慶幸有阿強呢個老友，願意將呢啲業界秘聞講出嚟。我哋平時喺媒體上面見到嘅，往往都係經過公關修飾嘅資訊，好少可以聽到呢啲來自最前線、最底層嘅聲音。所以我一定要將呢啲咁重要嘅信息，用最直白、最地道嘅廣東話話俾大家聽。各位街坊，最後再提提大家，買米粉唔好貪平，唔好貪靚，要買嗰啲睇落去實實在在，聞落去有米味，成分表清清楚楚嘅產品。如果你去茶餐廳食，都可以觀察下啲米粉。如果白得太過分，或者淡得太古怪，寧願食剩佢，都唔好夾硬塞落肚。健康先係人生最大嘅資本，冇咗健康，賺幾多錢，食幾多山珍海味都冇用。希望今日呢篇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令大家嘅餐桌變得更安全、更健康。大家記住要分享出去啊！功德無量。講真，阿強同我講嘅嘢入面，最令我震撼嘅係，原來有啲廠為咗增加米粉嘅重量，仲會喺入面加一啲礦物粉。呢啲礦物粉完全唔係食物，入咗人體之後會沉積喺內臟，好難排出嚟。你話啲黑心老闆為咗錢可以去到幾盡？所以真係要識得保護自己。如果你平時煮米粉，中意先浸一浸水，咁你都可以留意客浸完米粉嘅水，如果啲水變到好渾濁，甚至有陣異味，或者米粉表面出現一層奇怪嘅油膜，咁呢包嘢你都係唔好食啦。好嘅米粉浸完嘅水應該係清嘅，或者只有好少嘅米屑沉澱。呢啲生活小智慧真係要靠大家互相傳遞。我哋唔係專家，但係我哋有常識。我有我哋嘅感官，眼、耳、口、鼻，就係我哋最好嘅檢驗儀器。只要我哋多留一個心眼，呢啲黑心食品就難以得逞。好啦，講到呢度，我諗大家都已經好清楚粟佬毒米粉嘅真相啦。再次多謝阿強，亦都多謝咁多位街坊嘅支持。我會繼續為大家發掘更多生活入面嘅真相，等大家可以生活得更精明、更健康。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阿強離職前嘅最後一日，佢喺工廠門口見到一個老婆婆帶住個孫去買散裝米粉。佢當時好想衝過去阻止佢，但係佢又怕俾老闆見到。最後，佢私下買咗幾包高質素嘅純米粉，追上去換咗老婆婆手上嗰包散裝貨。佢話嗰一刻，佢先真正感覺到自己做咗一件啱嘅事。我聽完之後好感動。我哋每個人嘅力量雖然好細，但只要我哋肯跨出嗰一步，肯去分享、去提醒，我哋就可以改變呢個世界。大家一齊努力，守護我哋嘅餐桌，守護我哋嘅下一代。記住啦，5種毒米粉千萬咪買，成分表上面個米字先係關鍵。高風險群組即刻停食劣質米粉。祝大家身體健康，長命百歲，食得招積，住得舒適。講到食得招積，其實香港人好有口福，只要我哋識揀，一樣可以食到好嘢。下次我或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去揀優質嘅河粉同麵條，因為呢啲同樣係我哋日常接觸最多嘅食物。如果你哋有興趣，記得話我知。生活喺香港呢個節奏咁快嘅地方，好多時我哋都係為咗方便而忽略咗健康。但係當健康出咗問題嘅時候，我哋先發現原來方便係要付出咁大代價嘅。所以寧願花多幾分鐘睇下成分表，花多幾蚊買包好米粉，都好過將來要花幾十萬去睇醫生。阿強話佢而家喺屋企煮米粉，都會揀啲有機認證或者係標明純米製作嘅品牌。雖然呢啲米粉煮出嚟冇咁白冇咁淡，但係食落去嗰種淡淡嘅米香係任何化學添加劑都模擬唔到嘅。呢種先係真正嘅味道，先係我哋細個食米粉嗰種感覺。所以呢，各位街坊，返璞歸真啊，唔好再追求嗰啲虛假嘅賣相同口感，健康天然先係最好嘅選擇。大家一齊加油，做個精明嘅香港消費者。最後嘅最後，真係要同大家講聲多謝你哋一直以嚟嘅信任。我會繼續努力，將更多真實有用嘅資訊帶俾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生活得健健康康，遠離毒素，擁抱美好人生。如果你成日覺得個人好攰，明明瞓咗好耐，但係起身仲係冇精神，或者係年紀大咗，開始發覺記性差咗，頭髮白咗，甚至係行2步路就腰酸骨痛，你第一時間諗到嘅係咪去買啲貴價補品，燕窩、花膠定係人參？其實喺我哋廣東人嘅廚房入面，有一樣嘢平到你唔信，但係佢嘅養生功效分分鐘勁過你食嗰啲幾千蚊1斤嘅補品。
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樣嘢就係黑豆。你可能會話黑豆邊個唔識呀？煲湯呀嘛？但我今日要話俾你聽，黑豆唔係淨係得煲湯咁簡單。如果識得食，佢可以係全家人嘅長壽秘訣。我有位鄰居，一位已經90歲嘅老奶奶，佢老人家行路唔使拎拐杖，眼不花耳不聾，最犀利嘅係佢嗰頭白髮入面竟然仲長緊啲黑色嘅新頭髮出嚟。我問佢平時食啲咩補身，佢話佢從來唔食咩名貴藥材，佢呢幾十年嚟每日都會食1-2匙羹佢自己整嘅黑豆。呢位90歲嘅奶奶同我分享咗佢點樣處理黑豆。呢種食法唔單止比傳統煲湯更易吸收，而且仲係比補品仲養人。點解黑豆咁犀利？我哋廣東人成日話黑色入腎，而中醫認為腎為先天之本。一個人嘅精力好唔好，頭髮黑唔黑，骨頭硬唔硬，全部都係睇你個腎。黑豆係豆中之王，佢入面含有豐富嘅花青素，呢種物質係極強嘅抗氧化劑，可以幫我哋清除身體入面嘅自由基，延緩衰老。你諗下，我哋日日對住手機電腦，受咁多輻射同壓力，身體入面有幾多垃圾？黑豆就係幫你清垃圾嘅高手。講到黑豆嘅最新食法，我一定要介紹呢個醋泡黑豆。好多人話醋泡黑豆好酸好難食，其實係因為你整錯咗。90歲奶奶教我嘅方法係咁樣嘅：首先你要揀嗰種青仁黑豆，即係皮係黑色，肉係青色嗰種。將黑豆洗乾淨之後，一定要抹乾水，或者用白鑊細火慢慢炒。炒嘅過程好緊要，你要聽到啪啪聲，見到豆皮爆開咗一條縫，聞到好香嘅豆味，咁先算係熟。點解要炒？因為生黑豆係好難消化嘅，而且直接浸醋會太硬。炒熟咗之後，黑豆入面嘅蛋白質會分解，令到人體更易吸收。炒好咗嘅黑豆，等佢徹底放涼，呢一點好緊要。如果仲有餘溫，就放落樽度，啲豆會變苦。準備一個乾淨冇油冇水嘅玻璃樽，放黑豆入去，放到70%滿左右就夠。因為黑豆浸咗醋之後會膨脹，然後倒入優質嘅陳醋或者老米醋，一定要醃過黑豆。奶奶話，如果你怕酸，可以加幾粒冰糖或者1匙羹蜂蜜，咁樣食落去口感會好似零食咁，酸酸甜甜，好開胃。浸咗7日之後，每日食5至10粒。對降血壓、改善視力、排毒養顏真係有奇效。除咗醋泡黑豆，仲有一種更適合同小朋友同後生仔食嘅方法，就係三黑粉。依家好多後生仔20幾30歲就開始脫髮、白頭髮，呢個其實係身體發出嘅求救信號，話俾你聽，你嘅肝腎功能開始透支。所謂三黑就係黑豆、黑芝麻同黑米，呢3樣嘢簡直係黃金組合。黑豆補腎，黑芝麻潤燥烏髮，黑米補血健脾。做法都係好簡單，但要有耐性。黑豆同黑米都要先浸水蒸熟，然後再烘乾或者曬乾，最後再同炒香嘅黑芝麻一齊打成粉。點解要咁麻煩先蒸後烘？因為久蒸久曬係古法炮製嘅精髓，咁樣可以去除豆類嘅寒氣，令到佢嘅藥性變得溫和，唔會傷胃。如果你覺得9次太麻煩，做一次一蒸一烘都已經好過你直接磨生粉。呢種三黑粉，每日朝早用熱水沖1碗，加少少核桃粉或者紅棗碎，唔單止好香，而且飽腹感好強。如果你係嗰種成日要加班、捱夜、壓力大到瞓唔着嘅人，食咗一段時間之後，你會發覺自己嘅氣色好咗好多。最明顯係洗頭嗰陣，頭髮甩少咗，呢個係因為你個腎氣補足咗。我哋依家生活節奏咁快，好多人寧願去飲珍珠奶茶，都唔肯花少少時間去研究下呢啲天然食療。其實養生唔係老人家嘅專利，亦都唔係要有錢先做得。黑豆呢樣嘢幾蚊1斤，全家人都食得起。對於50、60歲嘅朋友嚟講，黑豆可以幫你強筋骨，預防骨質疏鬆。對於30、40歲嘅朋友嚟講，黑豆可以幫你抗疲勞，保持年輕活力。就算係10幾歲嘅細路仔，適量食啲黑豆漿都可以幫助大腦發育，提高免疫力。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阿峰，黑豆係咪人人都食得？
雖然黑豆係好嘢，但都有幾點要注意。第一，黑豆含有較高嘅嘌呤，如果你有痛風或者尿酸高，就唔好食咁多，或者要請教醫生。第二，黑豆雖然好，但唔可以當飯食，每日一小把就夠，食得太多會引起脹氣。第三，腎病患者喺食黑豆之前，一定要問清楚營養師，因為豆類嘅蛋白質負擔對腎病患者嚟講可能太重。其實黑豆嘅應用仲有好多。例如我哋廣東人好中意食嘅黑豆炆豬手，豬手有豐富嘅膠原蛋白，黑豆可以解膩之餘，仲可以將豬手嘅營養帶入腎經。炆嘅時候記得加2片陳皮，陳皮可以利氣化痰，令到成鍋湯更加清爽，唔會燥熱。呢道菜對於產後補身或者手術後恢復體力嘅人嚟講，真係好過飲嗰啲所謂嘅營養液。仲有一種好簡單嘅黑豆茶，如果你平時喺 office 做嘢唔方便開火整呢樣整嗰樣，你可以將黑豆炒熟之後裝喺一個密封罐入面，每日攞10幾粒放喺保溫瓶，用滾水沖泡，焗佢15分鐘。呢杯黑豆茶飲落去有淡淡嘅豆香味，可以利水消腫。好多女仔朝早起身面腫腫、眼腫腫，其實係體內濕氣重同水分代謝唔好。飲一杯黑豆茶可以幫你排走多餘水分，仲可以幫你瘦身。90歲奶奶同我講過一句話，我覺得好有道理。佢話：人活一輩子，最重要係對自己嘅身體負責任。你餵佢食垃圾，佢就俾病你睇；你餵佢食好嘢，佢就保你長命百歲。呢度講嘅好嘢唔係講山珍海味，而係講呢啲順應天時、天然純粹嘅食物。喺香港呢個咁壓抑、節奏咁快嘅地方，我哋成日追求效率、追求快，食飯要快，做嘢要快，連生病都想食粒藥即刻好。但養生係慢功夫，係一種生活態度。黑豆雖然唔會令你食一餐就變後生，但如果你堅持食3個月、半年、1年，你會驚訝於自己身體嘅變化。你會發覺自己嘅指甲變硬咗，眼白變清咗，連排便都順暢咗。呢啲就係生活黑客嘅精髓，用最簡單、成本最低嘅方法去達到最長遠、最有效嘅結果。黑豆就係大自然送俾我哋嘅禮物。與其等生病咗先去醫院排長龍食化學藥物，不如依家就由廚房開始，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加分。我想再強調一下醋泡黑豆嘅細節。好多朋友反映話浸出嚟嘅醋好腥，或者黑豆好難咬。其實竅門喺於火候，炒黑豆唔可以用大火，要用中細火慢慢烘。大火會令到豆皮肥咗，但入面仲係生嘅，咁樣浸出嚟就有陣腥味。你要有耐性，一邊炒一邊翻動，直到見到豆肉由青綠色變到微微發黃，咁樣先至係熟透咗，香氣先至出得嚟。而且浸豆嘅醋一定要揀天然發酵嘅，唔好用化學勾兌嘅白醋。天然發酵嘅醋本身就有活性酶，可以幫手分解黑豆嘅營養，兩者相輔相成。如果你平時腸胃比較弱，食豆容易胃脹，咁你可以試下整黑豆漿，將黑豆浸過夜，第2日朝早用豆漿機打碎煮熟。記得黑豆漿一定要煮到大滾，而且滾咗之後仲要繼續煮多5到10分鐘，因為生豆漿入面有種物質叫皂帶，如果煮唔熟，食咗會中毒、嘔吐。煮熟咗嘅黑豆漿加少少黑糖，補血又暖胃。女仔每個月嗰幾日唔舒服，飲一杯暖粒粒嘅黑豆漿真係好舒服。其實養生真係唔難，難在堅持。90歲奶奶之所以能夠咁健康，係因為佢將食黑豆變成咗一種習慣，就好似刷牙、洗臉咁自然。佢唔會今日食1斤，聽日就唔食，佢係每日都食咁多，幾十年如一日。呢種規律性先至係長壽嘅真正核心。我哋成日睇埋好多健康資訊，今日話食呢樣好，聽日話食嗰樣好，搞到自己好亂。其實返璞歸真，睇下我哋祖先留落嚟嘅智慧，你就會發現最好嘅嘢往往都喺身邊。黑豆呢粒黑色嘅小珍珠，其實承載住好深厚嘅養生文化。佢唔單止係食物，仲係一種生命力嘅傳遞。喺呢個充滿人工色素、防腐劑同激素嘅時代，能夠食到一啖天然嘅自己親手炮製嘅黑豆，本身就係一種幸福。
我希望大家睇完呢段分享之後，唔係淨係聽咗就算，而係真係去買一包黑豆返屋企。無論係整醋泡黑豆，定係磨三黑粉，甚至係簡單煲個黑豆茶，只要你開始咗第一步，你嘅健康就已經喺路上。記住，身體係你唯一一個要住一世嘅屋企，一定要好好裝修，好好維護，唔好等牆紙爛咗，水喉漏水先去補救。平時每日花幾分鐘食幾粒黑豆，就係最好嘅日常保養。希望大家都可以擁有好似90歲奶奶咁樣嘅健康體魄，活得精彩，活得長久。呢個世界仲有好長嘅路要行，仲有好闊嘅風景要睇。冇一個好嘅身體，你點樣去享受呢一切？所以由聽日朝早開始，為自己準備一份黑豆養生餐啊！最後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貼士，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佢哋可能牙齒唔係咁好，醋泡黑豆對佢哋嚟講可能太硬。你可以將浸好咗嘅醋泡黑豆攞去蒸，蒸到軟腍腍咁，再俾佢哋食。咁樣唔單止保留咗醋同黑豆嘅營養，仲解決咗咬唔喐嘅問題。老人家最怕跌親同骨折，黑豆補腎強骨，對佢哋嚟講真係長壽果。健康唔係口號，而係行動。黑豆雖然細，但能量好大。願每一位朋友都能夠從呢粒細細嘅黑豆入面，到屬於自己嘅長壽密碼。生活雖然辛苦，但只要身體健康，就冇嘢可以難到我哋廣東人。大家一齊努力，食出健康，食出活力。